11月地价税开始征收，台南市财税局指出，土地所有权人伫台南市辖区内所有的土地，拢会合并伫一张缴款书上，缴款期限只到11月30号，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就要开始加收滞纳金。如果你没有如期缴纳的话，它每逾3日会加征1%的滞纳金哦，最高会加征到10%。财税局扩大便民服务，增加一个缴纳管道，除了使用现金到金融机构缴纳，也是透过 ATM 以外，税额伫3万块以下，也会当伫超商缴纳。另外，还有一个依法缴税服务，唔免出门，伫厝就会当轻松缴纳。可以用就是说电子支付，或是行动支付，或是使用行动装置哈。就是只要用这些方式扫缴款书上的 QR code， 那你可以用晶片金融卡、信用卡或是活期储蓄存款来缴税这都是非常方便那当然的话，如果你也可以透过地方税网络申报网站也是透过刚才讲的那些晶片金融卡、信用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直接就是线上缴税更方便缴款书已经伫10月23号寄送，若是无收到，会当就财政部税务网站，也是到财税局来重新申请。另外，为着推广依法缴税，财税局制出190份奖品，予民众抽奖，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缴地价税。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